廿多年来，因为火影之舞同太和之舞，台湾观众对踢踏舞有一个多的认识。其实，在台湾也有一群爱好踢踏舞的人，希望去推广一个舞蹈。台苗栗大嘅杨宗义10年前看到一个生活自由又这么有节奏感嘅舞蹈，如家庭爱跳踢踏舞嘅。就算佢当时台湾还系冇踢踏舞嘅环境，而还系希望嘅求突破，希望本国多人接触得到，一个舞蹈本身就是视觉搭探戈嘅艺术。一路行来10年呢，有到嘅成绩的，虽然未来冇听错嘅个好行，而还系会坚持下去做自家中意嘅事情。做在动作里动作后，咪做在前前的动词菜。踢踏舞海难到天爱红，有各种各样的变化。要两个一起。我一起做那个样，对，撑起来。你们应该是这样子，你们两个一起对。你比较近，这样撞的。我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没有撞到，我跟他面向，然后你一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杨宗义、潘俊美到金荣兴，3屆都是得过全国踢踏舞比赛冠军嘅热登场的舞者，两人为到出为动力嘅功课燃出经验。1、2、1、2、3、Go。你们俩可能站太近了，梦圆他找不到地方进来。从小到苗栗台，太后土界系风顺管理。就是日，杨宗义看到日照法国嘅歌舞表演，本其中一团踢踏舞下到，除安樣行到嚟踢踏舞嘅世界。看得到，弹得到，他同時都有視覺，然後聽覺的享受這樣的，我就很棒啊，因為他不像是那麼舞蹈，也不是純音樂，有畫面的音樂這樣子。踢踏舞係一種當時做嘅舞蹈，加咗基本步法，除咗啲變化出動作中貼貼嘅舞步。翻 up， 像馬在跑一樣。shimmy traveling time step。踢踏舞老爵士乐，共用都是5年的文化，其实都来自于非洲啦。不过踢踏舞其实应该係一個17世紀美洲新大陸嘅黑奴5年去學按你當年嘅舞蹈，然後老7屆土著舞蹈按你結合，慢慢產生踢踏按你新的一隻藝術。雖然好跳踢踏舞，不過真正為行兩條路，其他人還係未少。總希望佢清楚穩定嘅條路，係重視嘅楊宗義更加開發嘅熱愛，還是自己自家去追求夢想。還是講老外爸爸講，跳舞要去當舞男嗎？我出馬嘅時候，主要咩係藝術會做得本來去吃寬啦，本來懂得會支持啦，才會安尼。講本教3年啦，吼。3年，你講教到有興趣教下去，叫做你自家嘅對你自家負責咯，因為也係你自家選嘅路哦。一條路喺台灣講下拍到嘅，唔係按好行。傳揚楊宗義是啥？10多年前，佢喺台灣做得個渴望有踢踏舞環境嘅世界，為到突破，佢攞傳到嘅錢做下那類型日本、老美國進修。去到張弛的哇，大開眼界。覺得真的台灣非常小啊！台灣還有東闖一條路行會行啊！我去紐約、青泰收穫都會看東島嘅百老匯嘅表演，給本來嘅震撼、嘅創作動力，其實影響一直都有下。一開始就往左邊盡量擠，然後再拉回來，有沒有？然後在第二段，我覺得倒沒關係，因為我們會退啊，所以我們擠。噔，然後退回來，就是我們
两百公会认出容祖儿唔單淨係藝術總監，咪負責編舞。佢講，呢係自家19年來嘅業數。認出之前，電稿、舞台、提板實體，大家素材都會做最美空人。所有嘅大餅出嚟啲2,000元，雖然已經練嚟幾百擺，不過自家係負責要控制全場，容祖兒大家素材都會顧到。我後面不用吹哦。对，不用吹。对。跳舞都係本演場戲編舞表演，禮拜對規則概念、手皮、簽音、韓國文案都會自家寫。容祖兒講挑戰台、壓力台，如果未學到一道。假使我以為我定係有錢這樣做，我強怕嘅夢想永遠就只是夢想而已。因為我可能係機會一個時間點機會到位，我人都出現在我面前了，我把握一安尼嘅機會。佢就有人就同我講，佢講阿妹，等我一表演做體吼，我怕會破產呢安尼啦吼。我就講，至少那做到當歡喜嘅啊，吼，啊就算破產，也唔係講獨體，吼，也唔係吼用嘅安尼發實體咩吼，你破產嘛破到1咁嘢咩？小係小，唔過然會仍然都係啲後輩支持嘅概念。做有嘅人就記得來表演，按住聽電來做親支持嘅觀眾咁樣吼，去聽答數就咁樣聽數聽聽啦。中山同嘅就是音樂會作混合，出現卻是藝術朗跳經典樂曲，包含古典、爵士、拉丁、民謠兩道。陪你現場嘅就是鋼琴、爵士鼓、薩克斯風、老帶人提琴。容祖兒講，踢踏舞上係天5種樂器用，為了踢踏舞嘅表演，變到很難好看，很難好聽。因為我想要做的都是5重奏嘛，踢5隻都會踢踏舞，踢踏舞基本上都係一般音樂，一般係舞蹈，其實一種有音樂的舞蹈。做嚟摩強榮嘅衫褲，代表摩強榮身份嘅都會南五，28天都挑戰前個面對自家世界都，從日落現實身份冇關係。容祖兒家人輔導，仲輕下無限嘅現代人，對選挑嘅事物都會關心。特別本來清大嘅衝擊印象，就係特別人都懂無限，行路懂行一腳，特別啲捷運站。一下人個一下低頭族嘛，個外當想講可以按你概念個辦到舞台蛋糕來詮釋一下一年啊，經常的交錯卻毫無交集這樣。那我都想係唔係做得按你偶爾抬起頭，然後親到個頭擺按你很單純的一個互動啊。就會看到按到人類嘅環境在變，兩擺表演每種環保做主題，結合魯貝唱嘅長久 TQ 紀錄片，本讓上音樂老舞蹈對話，講環保嘅重要性。環保一個觀念其實已經推動了20多年，其實我單純想要表達都係地球一隻天天，冇天一隻地球做得本愛到人類來按嚟揮霍。我是一個污染源，有點像是被污染的地球。然後另外一個老師的角色，他是一個天使，然後像他就是用他的角色，然後來讓我就是身上的髒污全部都被他帶走洗淨，這樣子。嚴肅嘅話題用下有風嘅方式呈現，對摩強榮嘅藝術角度，希望大部分觀眾如是反響。不過踢踏舞落現代舞嘅能力結合，就係舞者嘅大考驗。其實這兩個
不太好搭，不太好融合在一起，很容易就会让人家看说哦，这就是踢踏舞，而不是说现代舞可以融合很多的东西。其实我还是跳踢踏，只是我改变我的就是我的上半身的表达方式。踢踏舞嘅贴片魅力，除咗嘅強烈嘅節奏，老持續水氣。不過沙亞認為從鐵漢之道，對台灣為推廣冇難過。像之前會有一個大河之舞，他來的時候就會帶來一股風潮，然後大家就一窩蜂的去學，那個時候就非常的風行。可是那個潮流退了之後，就越來越少。為到為本下當然看到踢踏舞，4年之前佢就發起咧踏片婦女謀殺計劃，向下用踢踏舞寬度，讓踢踏舞帶出舞台，帶給生活，來入老民族嘅氣力。美中夾咧各種素材，冇強用嘅特色體驗老素材，雖然創作用踢踏舞跳出嚟生命嘅節奏，咪希望透過讓上分享，為大家啲學習台灣嘅獎。我哋有啲某個咖啡廳啊，啲嘅古蹟啊，百貨公司啊，就有一些創作，即興的創作啊，很多嘅表演都聽啊鋪起來，都開始跳嘅啊，大家都會圍過來，其實有點像街頭的表演，跟大家互動。我其實自己已經有環島過了，對，但是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，用藝術的方式，然後去更貼近當地的人文，然後可以好好的去體驗說台灣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。那前鐵片叫做 ball， 大聲一點，英文的球，同一個字，在舞蹈術語裡面 ball 指的是用腳尖的意思。為到推廣未為到理想，讓組織大禮拜被中南引來都去上課，給學生兒兩下全台灣都住，祝小朋友沒入手破榜妹。為什麼會越來越快呢？到底是誰的帶頭在飆車呢？再一次，我們跳舞穩一點，不能越來越快。基本上課嘅手破榜妹都係體育班做踢踏舞嗨，有的運動跳，沒有的人唔會用得實。初學嘛，大家都有點戰戰兢兢，大概還不能很放鬆，但是我想我們一定很快就進入狀況。剛才我在跳的時候，我都相當的興奮，因為這是我50年來第一次穿這個鞋子。它這個不是難，我是覺得是那種默契、節奏一定要抓得很準，它不是難啊。可是問題是說，你剛踩下去你就已經不對了，你在後面就跳不好了。這就是說，需要團隊的精神，還有這個整齊很重要。對，還有加上老師他教學的方式啊，就是很容易讓人家融入在裡面，那種也覺得還蠻好玩的啦。一次出左或者是出右，下一次就是出另外一隻腳。我們要做2次，2個循線，好吧？預備來，深呼吸，放鬆一點，5、6，念。我們一直希望蘄洲的邊都按來全民運動，不過因為佢有東頭不同的面向，唔做得從專業到像表演，像你看到電視看那呢，唔咩做得從休閒，都像按到媽媽、阿公、阿媽一起去啲公園按呢，就是這樣當運動啊，按呢跳到一輕鬆啊，一快樂按呢。總總之講，踢踏舞係一種中生活化嘅藝術，冇強容年齡層都做得較強下，冇強容國家嘅踢踏舞者，未都做得用踢踏兩隻共同嘅語言來對話。行到幾10年嚟，雖然有時個選擇，未來嘅路實冇天成為下那好行。不過堅持嚟自家嘅理想，做自家夾住嘅事情，做當困難咪唔係乜嘅太困難咧。一定要用踢踏技術跳出自家嘅節奏。跳出自己生命當中。